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幸運有你快喎。咁啊，見到最出咧紫色衫嘅星際快車啊。咁啊，內欄位置啊標誌星河啦，外邊信心星走上去，中間粉紅就美麗第一啦。留守住個5、6位咧，仲係好有心得啊。咁啊，內欄位置有愛心得大約尾4嘅，尾3紅衫係翠紅啊，尾二橙衫笑傲江湖啊，暫時殿後精算暴雪嚟嘅。好啦，咁啊過呢個8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咧就星際快車嚟嘅。咁啊第2位埋邊有呢隻幸運有你啊。響出邊啊，信心星第4位美麗第一啊，內欄第5就標誌星河第6位外邊位置好有心得啊，尾4黑帽有愛心得啊，後邊3匹馬紅眼罩紅衫頂出去大外檔係翠紅啊，尾二橙衫就笑傲江湖包尾入直路係精算暴雪啊，最後300零米星際快車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中間位置信心星開始上嚟啦，中檔打開咗啦，標誌星河亦都追響埋邊啊笑傲江湖啊，出邊位置係精算暴雪，中檔位置仲係好有心得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透出嚟標誌星河啊，精算暴雪一路衝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標誌星河仲係佔先，外邊追精算暴雪，贏馬嗰匹係標誌星河。